请坐。伊所想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甲先生，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列为主内兄弟姊妹，咱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法规，但委立传道书已经受相连同会竞选，各得到中会认同。这个时阵，咱组织伫遮照礼典来组织，要项目愿主祝福这个会。咱同齐吟圣诗第443首，愿打地主圣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同齐来个别咱的信仰，关心上帝创造统一人甲意义有意进行，以成就世界来做主，使人进化甲拯救，伊的囝对圣上大爱，对在主玛利亚出世的人，最大的意义就是。
中会总会长老、田教长长老带咱同心来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为着今仔日你设立咱伟立传道，成做牧师，要上任双连教会的关怀牧师，这个重要的职分，阮将这个受职。感恩礼拜交托伫你圣手，求你直接看顾保守，找圣神运行，甲充满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气力，掠阮做尽忠，设立阮做车用。阮更加感谢你的恩德，格外丰盛。互阮伫基督有信、有仰望、有仁爱的心，设立单传道领受了后，要用对你遐来的信、仰望、甲仁爱，协助双连团契的服侍团队来关怀牧养你的羊群，搁要伫安养中心。来关心相连的长者，祝愿恳求你先感动单传道，互伊领受你的召命的时，会记得伊当初甲你的立志，互伊专心倚靠你，毋通倚靠伊家己的熬。伫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你。你要指点伊的路，互伊学习夜目仰你，倚靠你，就加添气力。凡事拢要对你遐来得到大的祝福。主，阮即时同心伫你面前，将咱伟立传道交托你。求你帮助伊，互伊照伊心内的正直，养饲你的羊群，各用巧妙的手引带羊群，
互因闪避三更，怨妒无好的念头，互因追求正义、敬虔、信仰、仁爱、吞忍、温柔等等好的所行。求你帮赞咱伟立传道，接受你的命令，无瑕疵、无通嫌，到伫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帮赞伊真正关怀阮的兄弟，无论冷淡、退步、悲伤、哀叹、灰心、焦急、信心失落，拄着挫折。面对试炼，拄着试探，需要仰望，有忧闷、病痛、孤单、惊吓的时，主恳求你帮赞咱传道，互伊会当引带所有的羊群，斗阵向前行，征战好的征战，将永活牵条条。主，阮向你祈祷。一项，求你加添阮减少；求你兴旺阮衰微；求你得荣耀，阮来服侍。帮赞咱传道，互伊伫即个人生要紧的时阵，会当更较体会你对伊的召命，你互伊的任务，互伊会当。真正认真、忠心尽职，伫你的面前，成做你学老的仆人。主，阮也将常年教会所有的兄弟、牧师、长职同工交托伫你圣手，求你帮助因，互因成做祈祷的团队。因为当大家夜望仰你的时阵，就要对你遐得到帮助，求你甲阮三甲弟弟，特别伫今仔伫即个时阵，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今仔日的受祭感恩礼拜一尽行顺，阮恭敬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圣手，求你亲自带领，安尼祈祷感恩，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中会过继欧耶年长老引带咱三甲来读上帝话。这时阵，咱圣乐队要三甲来学乐，我是虾米人？
这是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圣经安尼记载：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第2位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以上。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赞。中永春生牧师要引出咱来传讲上帝信息、生命的光。中会议长陈牧师以及今仔日要受奉立。陈传道以及咱所有的牧者、所有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这个时刻是咱搁一遍伫上帝的面头前来感谢上帝。咱看见少年教会做的这个事工，特别伫三支伫安养中心伫遐所做工。也真侪人的这个帮衬。今仔日陈传道要受奉立来做牧师，要来做关怀牧师。我时常在想，到底做一个牧师关怀工课，到底伊主要的精神，也是讲价值是啥物？我互做关怀这件代志，我家己互伊有一个定义，就是。关怀事工就是互人看见光啦，关怀事工是互人看见光。我有几遍我嘛有机会到伫这个安养中心伫遐，天气好的时阵，我会当看到都有人出来外口散步，伫遐来晒日头。有人塞着轮椅伫遐，伫迄中间感受到迄个日头照伫身躯的时阵。迄个规个心情拢会通快活起来。我相信这是伫外在的这个光。更较要紧，有真侪人伫心内一直需要的时阵，需要关怀。伊嘛望上帝迄个真光会通照伫伊的内面。约翰一书1章5节安尼讲上帝就是光。伫伊的内面无有黑暗，上帝就是光，
咱今日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内底，特别约翰福音1章第4节会讲起，活命伫伊的内面，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成做咱人生命迄个活命的光。无论咱伫生活上，咱需要有这个日头的光来照咱，互咱会通有喜乐快乐。你也时常住伫黑暗的中间，其实你伫迄个所在，你会感觉讲家己的心情也会真歹。我的太太牧师娘，伊以前住的所在，厝的住的所在，伊拢住地下室啦。伊时常拢无爱伫厝。伊讲入去就那亲有进入到地窖里面，地窖里面。所以伊甲伊姐姐一困拢是困地下室。伊伫遐讲毋茫有一天来当住伫这个日头好的所在，迄是偌好的。人需要有这个日头，有这个日头，有这个光。有人咧讲起光会通带来一种喜乐感。有一回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伊有重度忧郁，然后伊来找牧师祈祷分享，甚至有其他姊妹做阵来加入，真无简单，甲帮赞。伊到伫马街病院去找着精神科的医师，结果伫遐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了后，伊有一回甲我讲牧师人医生叫我去南部住，所以我要离开教会啦。我要来去南部的教会。结果过几工来了后，伊甲我讲听讲屏东遐日头无够炎我想要来搬来去菲律宾啦。我讲你讲真啊，讲假，尾安怎？伊搬去新加坡住。伫迄中间，这医生的个建议会讲起，因为伊有当时特别台北有当时天气歹，雨水高的时阵，伊情绪就有真大的这个变化。所以医生的这个建议，讲爱去日头较好势的所在。真正伊一两冬无见到了后，转来，规个人其实哪亲像改变一个人共款。医生真厉害，知影伊欠缺是啥物，毋敢若是通过药物一甲帮赞，更加互伊会通行出伫即个外口，互伊会当放轻松，互伊规个人会通得到透放。阮伫这南教会。这100多天以来，阮有帮赞一寡香港来的学生囡仔，包括有几个学生囡仔，因来到伫台湾，因半暝家己困到一半，惊起来、醒起来，无法度困。咱来讲这个创伤症候群 （PTSD）。伫迄中间，我就联络教会的精神科的医师讲。来，敢有法度来帮咱遮的青年，互因安怎会通讲话得到透放。我已经安排连续几个礼拜拢安排人伫遐甲精神科的医师伫遐来对话，因为无爱送伊去到病院，因为爱留下一寡个病历记录因嘛感觉真惊，我的病历敢会去互人传出去。结果因就伫迄个中间的对话，有一天排3个人，头前2个人拢来第2个等半点钟等无人啦，我马上打电话给伊，我讲你人伫啥物所在？今仔日已经招好医师要来和你对话，你人伫啥物所在？迄个香港的学生甲我讲，牧师抱歉，我现在人在花莲玩，走去花莲佚佗啦。阮的长老听到了，伫遐笑讲安尼免看医生佚佗，会当伊伫自由的环境、自由的空气，这对伊来讲都是一个帮赞。伊到伫花莲伫遐徛，伫遐佚佗，
朋友带咧，伫迄个所在得到透放。咱会通塑造什么款的环境，互人的性命会通得到透放？我想伫迄个真要紧的圣经内底讲起，咱爱有一个迄个环境，就是互人认捌耶稣基督迄个真光来照入来。迄个真光若照伫人的内底，人的心灵嘛会通得到大的快乐甲帮助。咱今年政府有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健康住宅的规范啦，爱讲到迄个日照权，讲伫冬至的时阵，就是12月21，冬至的时阵，至少日照爱1点钟有效日照的时间，通过安尼，你以前拢是讲你建筑物的日照线偌长啦，等等，即嘛是讲爱至少爱冬至的时阵拍到1点钟，这是咱台湾今年拄通过实施日照权。过去伫美国，1996年的时阵，有一个真出名伫纽约的一个社会运动，叫做黑雨伞运动（乌雨伞）。因伫遐抗议啥物？因为伫纽约的这个中央公园内底有足侪迄个家厝啊，伫附近的家厝啊拆掉了后，建商将遐厝拢买去，土地拢买去，要起20几层楼悬的这个大楼。但是大楼若起起来的时阵就压着热，所以会影响公园内底运动的民众，所以因就真侪人出来抗议。抗议了后，纽约的市政府伫遐讲若是安尼，阮要照顾的是更较侪人的这个需要。所以因后来就去甲建商讲，恁袂当起较尔悬的大楼。民众的抗争会通得到成功。为什么因要伫迄个中间来争取？你要争取迄个日头会通照。咱有当时伫咱心灵的中间，咱敢会为着家己去争取，讲我需要有迄个真光来甲我照。争取迄个真光来照的时阵，人才会通有一个新的发展。圣经内底以赛亚书第9章第20节咧讲起，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昨是世界一个真要紧的日子，因为伫30年前，柏林围墙倒去的迄一日，30年前的11月初9，咱若看到蜡烛政变迄本册，内底就咧描写着迄当时的故事，会讲起伫这个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带着青年的查经，因拢用礼拜1暗时，因应该是讲5点开始伫遐伫遐来查经，伫遐来祈祷。伫蜡烛政变这本册内底会描写迄当时一个真奇妙的。就是因做阵咧查考到伫以赛亚书第9章的时阵，讲起坐伫黑暗中的人有大光照因，因嘛真天才，想讲无到底黑暗中咱要安怎互人感受到迄个光，因就去分蜡烛。我想这个故事咱真侪人真熟，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会通带着什么款的光？伫咱服侍的人的中间，今仔日陈伟立传道师要来奉立做牧师，搁伫用中心伫遐来担任关怀牧师要紧的这个工课。所以伫这中间，谈拄一开始我讲起，对我来讲，关怀的定义就是安怎，互人会通看见光，无论是塞一个轮椅，互人晒日头。我想这是一个肉体上得到光线的这个帮助。更较要紧的，亲像以赛亚先知伫迄当时所传讲的，因为因的国家迄当时对伫国外有叙利亚，甚至是北国以色列的联军的侵略。伫迄当时，以赛亚先知因国家内底乌西亚王
过身，国内无人带头，国外阁有真大的这个攻击的时阵，因伫迄个中间，逐个人无望黑暗中，先知以赛亚用上帝话，这个黑暗中处境下底的百姓，指出一条大光的道路。只有上帝会通来改变人的生命，伫黑暗中会通看见大光，关怀的工课往往嘛是亲像安尼。无论咱身躯边需要协助帮衬的人，特别年老肉体已经衰烂的人，无论是接触到这个自然的光，无论是心灵忧伤无助的中间，有基督的真光照伫伊的内面，我想这拢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讲到自然之光，光摊落讲起，会通有治疗的功用。当然拍过头去嘛无好，总是伫这中间，咱需要有这个日光。咱知影讲咱身躯要防止骨质疏松，咱需要有这个维他命 D 来协助等等这的但是维他命 D 需要哪？大多数需要通过日光的照，互咱的皮肤的这个脂肪会通转化成维他命 D。所以有人会讲阳光维他命，就是指维他命 D。检采伫安养中心迄边，有当时塞轮椅晒日头，互人肉体来得到帮衬。更较要紧的，牧师伫遐要通过上帝的真理，将迄个真光照伫人的心灵内底，帮衬人。通过安尼，互人会通搁一遍伫生命的中间去经验上帝大的这个困难。耶稣嘛甲咱讲，军队外的人无惊伫黑暗，军队外的人无惊伫黑暗。这嘛是做一个牧师受奉立，一个真要紧的工课。咱要含咱的兄弟做阵来军队耶稣，咱就无惊伫黑暗。亲像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安尼讲起，讲道成肉体，住伫咱中间，满有恩典有真理。咱也通过伊的真光，互咱那亲像爸的独生囝的真光，即款的光也的确要成做咱的帮衬。所以通过今仔日的信息，也搁一遍甲受奉立做牧师为你牧师做阵来分享。望上帝话成做你服侍引带人来得到真光的一个要紧的困难，也通过你的手所服侍，帮助人心灵会通得到透放，得到快乐。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感谢你恩典，你予阮伫你所创造的自然中间，看见上帝你无限的业力，你的作为，予阮伫黑暗的中间会通有光芒的光，予阮心灵也有缘通过耶稣基督的真光来成做阮心灵快乐的帮衬。主今仔日，阮三个伫你面前见证你呼召陈伟立传道师来成做相连教会的牧师，来尽职伫上帝你的家，恳求上帝你帮衬你的奴仆，所互伊服侍的大真光伫需要的人的中间，通过伊的关怀，互人经验耶稣基督的真光，互人的生命会通对伫黑暗中看见主你所带来真理甲光芒。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同齐来吟圣诗第444首，助力吊明河顶清楚。中会议长陈天来牧师来举行誓约。少年教会咱敬重的蔡牧师，以及咱来牧者团队，咱各位牧长、各位兄弟，以及卫理传道师大家平安。直接来恭喜咱陈卫理传道师要来受奉立成做牧师，咱伫感谢主，上帝听从，互咱伫少年教会伫遮的这敬畏上帝的百姓，三堂同工伫遮来做起造，互少年教会也做荣光上帝的器具。特别伫少年爱养中心，嘛甲咱的所敬听地牧师，甲咱的助理牧师。甲咱所有的全体、每小会员拢三堂同工，毋管是几何教落，拢来荣光上帝。我相信卫理传道师领受即个真要紧的调命，对于领受即个呼调来读神学院，对南部来到伫北部，伫遮咧操练咧学习的过程，相信上帝对于极大的听从。我相信伫卫理传道师要来受奉立，心要领受极大的稳定。所以，伫遮邀请咱真系姊妹，伫即时爱照着教会规矩，要来奉立、但卫理传道师，要来成做咱双连教会伫成做关怀牧师，担任主所交代的性质。所以，爱请要受奉立的传道师，以及咱同会信徒，咱要三堂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要做伙来使用。表明咱对上帝真心的听，
成做上帝敬畏的百姓，继续合一来荣光主的名。这是先请为你传道书先起立。而且来问几个问题，为你传道书你来回答。但为你传道书，那你要来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有。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以做主。既然教会中达顶好的职务，咱就我靠伊来设法。你愿意安尼来做无？我愿意。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成立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教会的信仰告白啊无？我要。你愿意做相连教会的关怀牧师，确信这是上帝旨意，要忠心尽职来为主做工，宣扬福音。一世人来归荣光上帝来利益伫伊的圣会，你愿意安尼来做无？我愿意。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实属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的法规，你肯降服伫台湾基督教会宪法规则的裁决啊无？我要。阿妹，好，咱请咱的同会，伫遮嘛代表中会来欢喜咱相连教会正信徒即时阵，也咱来定心来立志，也共款来誓约，立定心志，要来为主做工，同齐合一。我相信咱的教会也是听牧者、帮赞牧者，互伊伫河西内面得到开力，也互咱继续来同心来荣光上帝的名。所以伫遮请咱正信徒、相连教会正信徒起立。来立誓，共款我来问几个问题，请咱相连教会正信徒来应答。你有确信选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有。恁已经聘请但为你传道书来成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听从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三同工来兴起上帝国，才讲及伊的需要，通互伊来利益伫上帝圣会，咱愿意安尼来做无？伊要用上帝道理来教示恁、劝解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来料理教会，来关怀这要紧的事务，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恁愿意安尼来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双方若有失策，应该通知小会释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愿意安尼来遵守无？阿妹，这是咱要做伙来请坐。咱请牧师和咱本宗的牧师要来为你传道书要来奉立来换手礼。当心来记得，之前主，阮为着你所呼召的罗卜，但为你传道书已经来受奉立，成做牧师。主你对伊的听，我每一个拢相款来领受，因为你听阮呼召阮，成做你上帝国荣耀的百姓。我的心因为安尼来感谢你，你听受阮。帮助阮、扶持阮、坚固阮，我的心得到坚固，会当来奔跑，来当最好的工来荣光主你。主啊，
关心的儿女，伫上帝你的国内面来做你的器具，这是极大的荣耀。主啊，你要帮助你所呼召的牧者，以尽职尽力学习军队，真实来正做你所呼召的百姓，正做你手中荣耀的器具。你不断来分别伊、圣洁伊，第天开力充满伊，将你的神来大大来充满伊，为领受上帝你极大恩光甲疼痛。主啊，伫少年教会三堂同工来正做牧者，做伙甲主任牧师甲伊的同工，会当甲主任做伙三堂合一。伫每一个角落内面，照着伊所领受的呼召，伊的感动，会当为主你做会工。正做一个合一的团队，主啊，你也手术极大福分，伫少年教会，或者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拢同时合意，看见主啊，这是你所欢喜的教会，因同齐做工，主你要欢喜接纳伊，正做伊的规律，互因也正做济人的见证，主你要手术极大福分充满因，伫教会内面，以及伫四界来荣光上帝你的名，祝福济百姓来得着救。主你也帮助为你牧师，伊要领受这个呼召，我相信伊也面对也有无共款的挑战。每一个阶段有伊需要学习的路站，主，互伊拢愿意谦卑顺服，正做敬畏你的百姓，一世人照着你的真理来行，愿意幸福。伫教会内面，伫牧者团队内面，彼此顺服，敬畏上帝，荣光主的名，互上帝你的百姓得到极大利益。主，互伊也通伫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欢喜甲感动，通领受主你对伊的儿女讲好个尽忠的路步。主啊，你要手术归力，也互教会内面三体祈祷，彼此扶持，伫听内面来以持，互伊的服侍得到开力，充满信心甲愿望。愿当心儿女感谢，靠主圣主名，阿门。外头，外头。又开，拉起来。这条咱要来接纳，转过来。这是咱来请德会员本庄的牧师甲咱少年教会长老以及名誉长老来握手来接纳。拍摄还被宣布。
因为可能伤紧张吼，咱先接啦，拄则未宣告，咱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会的官兵，接纳陈伟立牧师来正做相连教会东会关怀牧师，所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教会宪法甲规则来交代你。当你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都无兴起上帝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驾驶的，就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阿门。咱拍拍啊，来恭喜，请坐。煞接陈伟立牧师要伫遮来讲伊的主任事。院长、特会员、各位牧长、长职、同工，各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我会当伫遮徛伫遮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疼。大先，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的信仰是伊所传承落来。若无我的妈妈，嘛无今仔日的我无当徛伫遮甲大家分享，就无陈伟立牧师的存在。我可能伫外口咧拍拼、咧流浪，所以因为我妈妈伊信仰的坚持，才有今仔日的我的造就。自细汉，我就对我妈妈去教会主日学、青少年，一直到今仔。因为我妈妈伊信仰会传承予我，所以我着互主，我着起条主。感谢主，有即位伟大的母亲疼我、至亲。我会记得我咧做兵的时阵，每一摆放假回来，我妈妈着伫厨房无闲甲煮真青草。当我伫菜中发现我妈妈会头毛丝的时阵，哎呀，是安那煮饭的啊，很恶心呢。但是我即马想起来，因为我知影这位母亲已经渐渐身体已经老啊，伊开始落头毛，所以我感觉这是我一路上会当行到即马，有伊的坚持甲陪伴，搁为我带导。感谢我的妈妈。伫我台北咧读台湾圣学院时阵，我嘛真感谢我的母会复国教会，对我的帮赞伫经济方面，搁有为我带导遮的长职同工，不断咧向我鼓励，爱坚强，爱行落去。圣学院未来牧者，我是阮复国教会第一个对阮母会出生的牧者，所以对我的母会对我的夫妻鼓励，互我精神上一直行这条跑走的路。伫台湾圣学院咧受装备，我嘛真意外，所有的老师对阮的关怀，佮有同学遮的互动。互我所受的遮个装备，会当成做今仔日主所要用的器皿。毕业了后受派来到永安教会，我真感谢上帝，互我伫即间无偌大间、小小间的永安教会，今仔日有几个、有几6个兄弟姊妹来到咱中间，
永安教会，互我学习真济。因为传道菜鸟传道去到第一间受派牧会教会，我伫内底学习到什么叫做团契的生活。伫牧会过程，我有受到的指导，互我才会当今仔日的成长。感谢永安教会，这个众兄弟姊妹。最后，我嘛感谢咱相连教会有互我今仔日这个机会，到安养中心来服侍这个长辈。我敢安怎想袂到？我本来是想要服侍青少年，也是主日学的囡仔，因为我还年轻呐，对不对？但是上帝要呼召的路，无拄拄是你所想的。当我去到安养中心咧服侍的时阵，我会成做一个关怀的牧师，关怀的牧师。我伫咧思考，关怀牧师，我毋捌做过牧师啊，毋捌做过牧师。到底因为我毕业就是传道，传道真好做啊，敢若亲像安尼。但是牧师，人拢甲我讲，当了牧师，你的压力就要更重，责任就更大。哎呀，我安尼我宁可做传道就好啊。但是这是必经的路程，一定要成做牧师、牧者，不能退缩。做牧师好，我甘愿做，但是关怀到底什么是关怀的牧师？关怀的牧师，我掀开圣经，伫遐思考圣经内面到底要安怎成做一个关怀的牧者？感谢主啊，互我看到圣经内底的光。耶稣基督是我学习的对象，耶稣基督是我学习的对象。轮对耶稣的脚步，要安怎成做一个关怀牧者？讲起来简单，嘛无简单。你的灵魂行入去正百姓的当中，走入人群当中，毋是秘伫你家己的象牙塔，行入去迄有需要的人的所在。行入去了，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关怀牧者。主的呼召，伫遐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所在，会甲我讲话。需要的所在，我学习主的款式，行入去阿公阿嬷因的中间。伫牧会过程，捌有一位长老甲我分享，阵伊时阵甲我分享这段话了，我深深记牢的。伊甲我分享什么？大家真想要知影。要安怎做一个牧者？伊安尼甲我讲：你的羊群，逐只羊仔拢有伊的脾气甲个性啊，敢毋是？对毋对？恁大家拢有家己的脾气甲个性，要坐迄个位就坐迄个位，人甲你抢去，你就相答，无？所以有个性的羊仔，每一只拢无共款。你爱食啥物草？你的羊群倒一只爱食啥物草？你爱知影。伊的兴趣是啥物？你嘛爱知影。因为你是啥物人，你是伊的牧者。你若毋知影羊群倒一只羊仔，伊爱食啥物、穿啥物、兴趣是啥物，你要安怎牧养伊？伊的生活你拢无了解，所以伫迄时阵我就知影。做一个牧者，袂当离羊群相远，爱亲近因，亲近因，行入去因的当中。伫我咧牧养伫安养中心或者长辈阿公阿嬷的时阵，有一摆，我甲一个阿嬷祈祷，阿嬷伊的需要，传道啊，你甲我祈祷，甲我祈祷，互我的身躯会当勇行，互我的病会当好起来。好，我就家祈祷啊，无问题。当我甲阿嬷的手牵起来，甲把奶奶的手给握住的时候，我感受到足冰冷的，很冰冷。哇！我感觉，哎呀，这个阿嬷的心
体温哪会遮尔低啊？是安那？本来有个人体温就足低啊，安尼很冰冷。当我甲阿嬷祈祷了，阿嬷甲我回应讲：哦，团导，啊你这双手呢遮尔温暖，烧烧呢？哎呀，你大概拢甲我祈祷，拢甲我换手，安尼好无？哦，当迄个时阵，我就感受到，原来我这双手会带互人温暖，帮伊祈祷，互伊心灵感受到，甚至我的手温嘛会当互伊，互阿嬷真正感受到我的温暖，对主遐来的温暖。过一届，这是我第一届，差不多伫个10点左右暗时。我接到通知，传道，赶快来！某某房间有个阿公，他生命危急了，赶快过来！你要祷告嘿！我紧张啊，伊这是我生命已经危急的这个阿公，我要处理，我慌了，我从来没处理过。但是人甲我通知啊，安养中心。我住伫安养中心内底，所以一定是我去。莫讲戴牧师无伫遐，因为已经下班的时间，嘿啊。所以住伫中心内底，我就安尼过去啊。过去了，我进入阿公的房间，伊的看守，伊的阿嬷伫边啊，太太伫边啊咧哭，足悲伤。阿公咧，哦，我看着我嘛惊咧，要求我。我心内，我是做用贴切的言语来形容，要求哦。这种应该叫医生护士来，毋是叫我来啊！安尼有到上手，喘气已经开始无法度啊。我嘛是爱祈祷啊，好啦，祈祷啦。甲公的手看咧，佮甲伊安慰，甲阿嬷安慰。咱即摆来祈祷，我相信主，相信上帝，伊是教咱伫地的上帝。主耶稣真疼你，阿公。我伫伊的胸腔边啊，慢慢甲安慰。阮就安尼祈祷，祈祷煞了，真正奇妙。阿公的情绪，较慢慢缓和下来。伊嘛放轻松真侪。过两天，我就接到消息，阿公过身啊，无毋对。迄个时阵，我较知影，我是一个牧者，会带互人伫生命危急的时阵，互伊的心灵透放，互伊感受到上帝的疼。亲像他牧师正道的，甲咱分享的，做一个关怀，咩啥物叫做关怀？互人看起、感受到上帝的真光，感受到主的温暖。我相信主伫我心上的呼召，互我当成做一个有温度、关怀的牧者。伫罗马书有一句话，12章15节有讲：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当你只有走入人群，去陪伴那些需要的人，你才会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伫我读神学院，我协谈的一个老师钱玉芬老师，伊有向我讲，咧教阮的时阵有讲过一句话，足吸引我。伊讲，当我们协谈咨商在带领人的时候，虽然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要把人带往哪里去啊？你要把人带去倒位？带去你家己遐，还是带去倒位？要带去上帝遐。所以，当我伫安养中心咧服侍的时阵，我有时阵会累积倒退，因为我碰到的问题，大多数拢是我毋捌碰过的，毋捌拄过的。我但是会挫折，我嘛会感受到，哎呀，我敢通行这条路，因为面对长辈，面对阿公阿嬷，他们的负面的情绪，我到底是要安怎做？这句话互我足感动。有上帝，有主耶稣
甲我陪伴，我甲因带来主遐，互因看到光，互因看到希望，毋是我家己伫遐咧承受即款的重担。感谢主。有一首歌，可能咱做哩学的拢捌听见。我想看即首歌要安怎唱，因为我头一直伫遐咧思考。主题叫咱人正一光的灯，亲像一支照花面是照光明。这世界是黑暗，济人着担。一人一工，这首歌嘛是头黄牧师所讲的迄个情景，一人一角分蜡烛互人，把这个真光甲伊传落去，把这个爱听拢甲分享出去。兄弟姊妹，甲你边仔人讲，你是主的光。搁一句话，爱家分享出去啦！感谢主，感谢上帝，呼召我来成做伊的奴仆。我会当徛伫遮分享，除了主的听以外，搁有咱众兄弟姊妹，咱的同工来陪伴我。我相信未来的路有恁的陪伴，我就有气力，有主的听伫咱中间。咱三个来行这条天路，多谢。煞接我来介绍我的亲人，佮我的来参加吼，我的朋友，佮我的教会吼。首先，我来介绍我的妈妈，我的老母吼，伫头前嘿，佮。佮有我的阿姨、三阿姨嘿，伊嘛是诚孝顺我，佮有我的母会、复国教会众兄弟姊妹，请站起来吧。过头前，感谢主。伫遮我特别爱强调一件，伫我青少年的时阵，我足感谢我的辅导青少年的辅导，万腾忠老师，万老师吼，伫我信仰的造就方面，伊影响我真侪，伊常常咧鼓励我，伫我咧成长的期间，伊勉励我真侪。伫个团契当中，因为有即个老师伊的帮衬，互我安尼抓到上帝，感谢主。接着我来介绍永安教会兄弟姊妹，我们的社青团契，还有咱的众感谢感谢主，感谢主。最后我来介绍。咱的安养中心的长辈、同工、员工，请站起来。好，以上多谢。感谢主，互咱伫少年安养中心有遮尔少年、遮尔高水、阁可爱。当牧师伫遐做真水服侍，上帝祝福满满，甲伊三角地地。这个时阵咱要来请咱少年教会黄福志长老来讲祝片祝书。伫即个特地咱欢喜的日子，我代表教会来读祝片。伫到10月7日，阮之前阮拢总有收到105封的贺书，免紧张，我袂读。
袂规个拢读吼。感谢教界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满满伫因身上。我要经两方来做代表。伫外口的所在，这105方拢伫外口的所在，有搭伫外口。阮有哪有做一个手册，要赠送互咱的陈牧师，互伊做永远的纪念。头一方。既然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达款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对上帝所领受种种的恩赐，彼此服侍。什么人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什么人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气力来服侍。好通互万事拢照着耶稣基督归荣耀互上帝，愿荣耀甲权能拢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这是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甲11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4届总会议长陈建国、总干事林丰强甲全体总委一同敬贺。第二方。庆祝良牧、基督精兵、三体基督、团主真理，同心合力，教世兴起。愿圣灵的恩膏大大灌压你，互你领受上帝百般的恩赐，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恁一定要牧养上帝的羊群，照上帝的旨意照顾因，毋是出伫勉强，毋是为着报赏来工作，乃是自动自发的侍奉。毋通下这恁所牧养的羊群，反倒转爱做羊群的模样。彼得前书第5章第2节到第3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星中会议长陈天来，甲全体中委同工一同敬贺。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众人的祝福，感谢。伫这个感恩的时刻，咱要来敬送礼物。头一位，咱请中会议长来敬送圣经。上帝话请做陈牧师一生的服侍甲帮助。咱个拍扑上帝祝福满满第二位有台湾新南医陈宽义教授来敬送礼物。第三位广播社来敬送礼物。咱的主任牧师来代表广播社来敬送。接着有少年教会张宏德长老来代表敬送礼物。毋知还有其他的单位要赠送礼物啊无？有5个教会要赠送礼物。好，咱啊其他单位要赠送，会当私下送互伊。永安教会赠送花。甲礼金，
真感谢主，我想有真侪人想要赠送礼物，咱无法度一只一来一个一个来赠送，咱会当送到3支安养中心都会使啊。来，小接咱有社书请少年教会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大家平安。首先感谢上帝，和少年教会的牧师团队，佮加一名吼，真有气力的少年牧师，也和3支安养中心会当得到，或者老大人得到更较侪的关心佮照顾。也感谢为你牧师，你愿意伫遐，伫即个新的葡萄园内底来服侍，愿上帝亲自祝福互你。特别感谢今仔日的特会员，咱天来牧师、文琴牧师、春晴牧师以及地长老甲吴长老，恁来服侍，互今仔日的整个礼拜真顺利来完成。特别也感谢各位今仔日来参加，互为你真侪鼓励，也互今仔日的整个礼拜充满上帝的恩典。教会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吼，是这威力牌的白米吼，希望吼大家食了拢会当白白胖胖吼，拍拼做工，愿上帝亲自祝福，多谢。上演咱吟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咱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探，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特会员来退场。